那进前台北发生有公车的司机相拍事件，有一架指南客运的司机甲公车停伫路中央，然后就落车冲去拍后壁嫌客运的司机。此当时车顶还佫有乘客，红牌这个司机嘛有受伤，要提告。即嘛知影可能是饲喇叭引起的纠纷，警方嘛当咧侦办。 公开空车门去甲冲上车，穿写做查甫人一直嘛，搁出手攻击拍司机的头甲面。动手拍人的本身嘛是公车司机，是不满按喇叭，是不是？是觉得按喇叭就针对他，还是说有什么载客的问题？记者问伊拢不爱讲。涉案的50岁司机是伫指南客运任职，停等红灯的时阵走落车拍被害司机，专案的导火线都是这件代志。 好拍的险客运驾驶开伫拍人司机后壁，真热解饲喇叭是甲骑机车人提醒，煞叫误会是伫甲扒。嫌犯辩解讲，甲对方有竞争的关系，路线真侪公路，认为对方有意抢人客，唔知饲喇叭。第一时间上去的时候，我们驾驶有请乘客帮忙报警，但是乘客。 因为在后头听不清楚，那后来我们驾驶就把门打开，让乘客协助说能够下去帮忙报警。到6、7个乘客啦，都没报警。冲突是伫台北市景美夜市边发生的，则是暗时9点外，司机向拍人，车顶真侪乘客行甲紧落车，无辜红牌驾驶头嘛真侪所在受伤，出现头痕，即马已经提告伤害。本案适涉刑法第277条伤害罪及道交条例第55条。 违规临时停车，出手性平驾驶，毋若涉嫌伤害罪，佮甲车停伫路中央，佮收一张红单。所属的客运业者马上要求伊暂停开车。目前驾驶已经是暂停派车，一直有在跟对方联系，然后也有过去质疑。一时失去理智，对于同行军头某小款台为内部定处行政处罚，佮有刑事责任，即马拢爱一项一项面对。